是在讲这第三主日，代表的是宣告甲喜乐。咱要来用这条歌来宣告，来去透过耶稣来得到活命，佮要用单纯喜乐的心，亲像树林中的落仔，来迎接咱救主基督的降生。这是咱着这条歌来唱出咱的祈祷。我的心，我的心切切地，无你亲像落雨毛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灵魂来敬拜你。我的心要切切希望你。我的心切切地，无你亲像落雨毛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灵魂来敬拜你。主你是我开来。你是我的归难平台，我生命我都要靠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灵魂来敬拜你。就是邀请大家来为着几项事来祈祷。首先，咱为着家己来祈祷。到了年尾，咱教会为着圣诞节准备侪活动，甚至伫外口嘛有真侪商业化的庆祝。但是咱毋通袂记住，耶稣降生对咱上大的意义，就是要互咱心内有平安。大家只是来为着你家己来祈祷，求咱有信心的同在，会当来真正来享受着圣诞节的快乐甲稳定。来祈祷。主要听堂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为着咱。为着阮来落正肉体降生伫这个世上，我嘛知影这是上大的恩典，阮着爱亲像落仔，羡慕溪水，羡慕你的安慰甲疼痛。我求你圣神甲阮同在，互阮有对你来的眼光，会当看到家己的欠缺需要，个好胆来到你的马槽的头前。实实在在体验着圣诞节期的平安甲喜乐。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第二项来为着你身躯边的兄弟姊妹，耶稣教示咱，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咱教会有设立牧区小组，互咱会当有团契的生活，会当甲教会兄弟姊妹来有影，诚做一家人。若是知影身躯边有身体欠安、生活拄着困难的兄弟姊妹，请你来替因祈祷。特别，今仔日免来做圣礼典甲洗礼，咱嘛来为着要受洗礼的会友来献上祈祷，祝福因甲上帝你的约，也嘛为即日开始有全新的活命来祈祷。祈祷你的听是永远的听，因为你是听阮才有能力去听四周的人。阮为着阮的亲人、朋友、教会兄弟姊妹来献上虔诚的祈祷，特别是身体欠安、生活拄着困难的，阮知阮的祈祷是有气力的。
你已经将这个权柄赏赐予阮，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互阮祈祷拢诚做别人的祝福。阮也为今日要受洗的会友来祈祷，伊要伫正人甲你的头前来立约，宣告家己以后要对耶稣的脚步过基督徒的生活。求主你大大施恩，祝福这兄弟姊妹，阮感谢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三，咱为着你所参与也是关心的教会事工来祈祷。最近咱教会就要来到50周年，咱教会嘛为着50周年的事工来兴起侪侪的同工，但是咱知，咱也是独独靠家己的气力是真有欠缺，咱就爱邀请主来三个地地，求伊的大权能亲自来做工，即时就邀请大家来为着你所参与也是关心大大细细的教会事工来祈祷。现在的上主啊，伫阮教会内底兴起侪侪的同工，拿来服侍你，服侍正兄弟姊妹，阮所在的学校、社区，甚至是伫遥远的泰国。求你纪念阮几偌侪工，也愿阮的服侍合伫你的旨意，讨你的欢喜。你嘛爱伫新的一年，加替咱气力，互每一位同工跑走袂亚线，伫服侍当中来得到你的祝福甲喜乐。咱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最后，咱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求主的圣神甲咱同在，美满咱的心，互咱会当领受伊满满的恩典。也特别为着哈伯斯来祈祷，求主来授赐大大的智慧，开伊的喙，用真理来优持主的有权，用真理来见证主的作为，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予阮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的教堂，阁有侪侪愿意做工服侍兄弟姊妹，阮才会当来享受今日的礼拜。特别求你施恩祝福哈伯斯，稳固伊的喙，也有圣神的感动，会当好当来讲出你的真理，才做咱正兄弟姊妹的祝福。今仔日的礼拜，才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宝座前。咱祈祷，想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首先要歌，我的心要来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落雨幕的水。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阮的气力，
我这是也是大家来起立，来用欢喜的诗歌来娱乐咱的主。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呀我，清清敬虔的心心娱乐你，这一切拢在见证你的智慧大观念，咱打着好乐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娱乐呀我，用真实敬虔的心心娱乐伊，一切一切拢在见证你的智慧大观念，咱打着好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我灵好乐你，全力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位的真神。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娱乐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心娱乐伊，一切一切拢在见证你的智慧大观念，咱打着好乐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娱乐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心娱乐伊。一切一切拢在见证你的智慧大观念，咱打着好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我灵好乐你，全力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位的真神。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我灵好乐你，全力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位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我灵好乐你，全力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位的真神，你是创造万物多位的真神，你是创造万物多位的真神。拍鼓来将一切音乐的歌曲咱主感谢。主，我一切敬拜，我是来献给咱的上帝。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梦，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徛伫这，来受一受连乎你的爱。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
的天父，感谢你，互我徛伫遮，来手一手来予你的看。我心爱的天父，引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带顾我。我心爱的天父。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互我徛伫遮，来手一手来予你的看。来继续来用诚信诗、4首来学咱的主。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为我来欢喜。我秘密心愿救我，万世讲我福气。全能上帝为我来行，伟大奇妙代志，星星辉亮的我来吃，我生命受苦气，敬畏主的伊怜悯意，直到世世代代。仰望的人以看山因，全能成就无碍。掌管的人受拖落位，秘密圣人催款。仰望的人何必归队，好因怕就无乱。以我好命空手出去，不做上帝主名。因我祖先的民族比，两手稳定无尽。主啊，阮学习玛利亚讲我心尊主最大，是因阮知影，阮备办好要迎接主的降生。主你的降生是带来世间人拯救的愿望。主你的降生是要来宣扬天国奇妙拯救的道理。主你的降生是要带来阮生命全然的更新甲改变。所以，阮伫这个抬杠节三甲组织伫你的圣殿，谦卑恭敬，欢迎主来到阮中间。愿阮今日礼拜，阁有圣礼典、洗礼式，归功伫主，也你的恩典、你的听、你的话语，真侪阮的快乐甲帮助。愿你的平安伫阮中间，带来和平，带来公义，也带来祝福伫世间人。我们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我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助阮的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22篇，4篇95篇，咱做伙开始。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在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世间一切，至高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你听阮世间人。无愿意一人沉沦，你将家己的独生囝主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伊诚做人的样相，为着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当阮咧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期的时，阮搁较重要的是。爱通过主耶稣基督，阮的性命甲伊结连，互阮有一个重新的活命。特别一摆的洗礼中间，总共有15位的兄弟姊妹受洗，以及信仰个别来加入教会。诚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恳求上帝伫因未来的生命中间，诚做因的关台甲盾牌，帮助因，陪伴因。未来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拢通互因明白，上帝。随时拢伫因身躯边，在扶持因、带领因。这是何等丰盛佮水的一件礼物。阮持续也为着50几年的活动来进行，来献上阮的恳求。恳求主你带领阮整个的过程，合你的心意。我也相信，你爱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拢平平得到复兴、成长，拢通成做当地社区的福音的出口甲祝福。阮富强教会49年来，领受上帝你满满的恩典。我愿意伫迈向50几年的道路顶面。将对你遐所来的祝福甲恩典分享予其他的教会，愿你所有的教会拢会当健康勇壮，诚做上帝你福音的出口，甲起造信仰真理的基地。愿一切荣耀拢归予你，愿你也祝福所有奉你的名所组织的百姓。这个礼拜中间，有吴成平甲吴建英2位兄弟帮助恩调，我来特别恳求你怜悯也安慰为作，保守因伫咧办理后事一切顺利，也看顾了后为作的生活甲心神肉体的健康。我哋祈禱攏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願
主之的家的地，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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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之的家的地。圣经有两段圣经，第一段咱来看马太福音第3章13至17节。迄时，耶稣对加利利来约旦河约翰遐，要对伊领受洗礼。约翰要甲伊阻止，讲：我应该对你领受洗礼，你反转来找我。耶稣应讲：咱现在安尼做，才下上帝一切的要求。约翰就同意。耶稣领受洗礼以后，随时对水面起来。忽然天为着伊开，伊看见上帝的神亲像粉鸟降落来，歇伫伊身上。佮对天有声讲：即个是我所听的囝，伊我真意爱。第二段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所以伫人的面前宣认我的，我伫我天父面前嘛会认伊。现时，咱请圣歌队现时说，那牧师讲到受洗归主得新身份。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圣歌队带咱用这首主降生的诗歌，互咱备办心，要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后礼拜，咱就要伫主日做伙来学乐，来赞美主耶稣降生。这时我要请咱甲隔壁祝福，讲祝你抬杠节快乐，好不好？嗨。今日咱真欢喜，咱是有抬杠节的分享，还有特别有小礼食甲圣餐。咱欢迎，咱拢总15位吼，有的是进前已经洗礼了，也是献信礼。今仔日咱有11位要伫教会2场礼拜中间，来参与伫即个洗礼、献信礼，甲信仰告白，愿主亲自赐福伫遮新。咱富强的一家人，咱要三甲分享做话，咱大声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享受到伫主内迄个平安、喜乐、信心甲愿望，也互阮伫抬杠节时，组织伫遮做伙同心迎接主的降生，看见即个永恒的愿望、信心，以及互阮得到全然拯救的快乐，互阮仰望，互阮军队，互阮脚步，互阮伫遮做伙来互相鼓励甲学习。我要通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学习甲鼓励原理。圣神伫阮中间亲自对阮讲话，伫你面前安尼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日所要分享的这个主题，真直接，就是受洗。受洗来归主，咱是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份。今仔日有兄弟要受洗，但是每一个受洗的人，咱来记得这个重要的身份的改变。这是真做咱一个得救的一个足重要的核心的资料甲价值。咱下面的圣经在咱小等的会做伙，搁一遍来复习吼。当这个受洗归主得信身份，咱是要相对咱的救主耶稣，伊受洗，伊受洗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吼，非常的精彩。咱的主耶稣受洗，是伊受洗也同时领受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来宣扬上帝国。主耶稣的受洗，是新约的圣经中间足有分量的一幕，因为咱对洗礼无讲完全足清楚，但是看见耶稣受甲迄个洗礼约翰对伊的洗礼，咱我想讲这个重要的仪式非常的要紧。也借做咱基督徒要宣告家己的信仰，宣认家己的信仰，告白家己的信仰，要迎接主，称做上帝加来一个人。这个洗礼就称做基督徒2000年来，拢一直就是要确认用洗礼来代表。伊是标志着耶稣洗礼一个真重要的事，就是讲圣经耶稣出世的故事有记载咱后礼拜会阁复习这个故事。但是呢，耶稣一个去圣殿成人礼了后，就拢停去啊，拢无记载，圣经拢无记载，一直到伊出来洗礼。所以意思是讲，耶稣30年稳重的生活结束啊，伊新的身份。公开伊的侍奉的正式的开始，所以说咧，对耶稣来讲，唔是干那是真做一个身份的开始哦，伊嘛是使命的开始，就是工作开始啊。所以咱教会伫最近一提醒伊讲，咱有要受洗礼你洗礼就一个名称讲你受洗啊，你基督徒，咱就爱一种。真积极的态度，讲耶稣受洗就开始去做工啊咧。咱基督徒嘛是同款受洗，咱是要称做上帝的门徒，要开始见证，
传道里受造就，参与服侍。因为这个装备甲成长拢是一直来的，一直军队，毋是讲这项做好，咱要做一项，是同时咧进行的。这是加瑟约翰写咧诶，迄个图啦，耶稣伫即个约旦河。早前咧，因写咧是伫约旦河，咱丢了教会应该简化去啊。简化就是讲，咱写咧无像遐尼大阵仗咱就是用点水咧，安尼就解决啦这是历史的改变啦。你嘛知影讲，是哪即个改变？因为即个道理福音一直传到伫即个较属伫现代，咱在欧洲欧洲的教会是先接受了信仰嘛。欧洲拢较高纬度的国家。所以要准备一窟水，一个大水窟无简单，而且冬天所以事实的演变是安尼来。当然若去到热带的所在去印尼啦、马来西亚迄一年规日天拢足温暖的所在，浸水咧，拢无问题安尼。但是耶稣原始是伫约旦河洗礼伫约旦河洗礼，毋是只干即个洗礼式因为圣经有记载讲，上帝圣神拢出现。我就想着讲，伫即个10几年前牧师当时伫盐埕富强伫高雄的所在。拄会友大家相招啦，咱拢会久大家相招讲，咱来去耶路撒冷，咱来去以色列来参观。你平时读圣经、读新约，遮侪故事、耶稣的故事，实际发生伫遐，来去参观安尼本来咱教会嘛咧是讲，咱若来庆祝50周年来咱招一团来去迄个耶路撒冷参访，毋知要偌好。迄阵搁咧甲遮少年的讲。恁开始欠钱欠钱安尼其实咱咧互助社嘛，咧互贷款的，意思讲你若要去佚佗，先贷款慢慢行。无发生了迄个疫情啦疫情了，咱的计划就怎无执行。不过感谢主啦，即个最近中东咱讲伫迄个巴勒斯坦搁迄个以色列因甲哈马斯的战争经过调停了，已经静落来我看到迄个伫耶路撒冷咱台湾人去伫遐生活徛起的一个 YouTuber 伊就放影片，讲哇，伊足感动，因为伊看到有人举阳伞在观光表示啥物？讲犹太人无啥咧举雨伞，无咧举阳伞，就外国人去咧佚佗遮。行曝日来举阳伞，讲看到咧举阳伞，讲感动想要流目屎，表示讲已经3、4冬去因为紧张嘛、战争嘛，所以无人敢去到耶路撒冷去到遐佚佗。最近佫慢慢开放当然，咱若较属兄弟姊妹有迄个时间你的体力会使者，有时参加即个圣地访问真实际会当互你甲信仰、甲圣经的记载。有真好的这连结安尼，所以10几年前咧，阮就是参观中间，嘛去约旦河一位所在，等于是观光的所在啦。伊特别设计一个所在，互人有的基督徒是讲，我嘛要学耶稣呢，来去遐洗礼咧真正伊就是迄是观光的一色，因为已经基督徒咱就去洗礼，伊是互你去体验，有哪穿白袍有人个牧师伫遐甲你洗咧，对约旦河水安尼浸落去衫，你浸落去约旦河水的中间，当然伊个一定就是有准备，像迄人个游泳池安尼有迄种换衫的所在啦，洗身躯上，因为规个身躯拢浸淡去嘛，这是当时牧师去参加，有翕影片看到的安尼就是有牧师在甲因洗咧，这拢是旅行团旅行团安尼，迄个窟的水大，
有一块影片吼，唔知会当放出来。啊，伊咧说咧时阵，甲2、3摆吼，这有点仔较俗哩。1、2、2、3。啊，这是伫一个弯弯的所在啦，无介大吼。啊，众人拢穿白衫。约旦河纪念耶稣洗礼的所在。啊，你看附近拢树啊，无感觉讲啊足深啦吼，还佫为一个安全的所在，互人行落去安尼。啊，咱甲想象讲耶稣伫2000年前，就是伫即个河水的中间受洗礼吼，受洗礼安尼。当好，这个洗礼吼，咱所有洗礼的人拢经历过啊，无论是点水礼，还是你是浸水礼。但是耶稣受洗的时阵吼，拄着一个足大的冲突咯，冲突毋是讲冤家的冲突，是一个心理上、心学上的冲突。因为吼，圣经记载讲啊，约翰吼。有点仔顿定呢，伊讲我应该受你洗礼，你反转来甲我洗，吼，爱我洗安尼啊，所以表示约翰知影讲，面前这位是上帝册来的，啊，所以无罪上帝囝竟然接受罪人甲伊洗礼，啊，怎发颠倒变啊？啊，是得要安怎？这就是讲约翰的困惑，啊，讲伊的拒绝啦，啊，这就是一个新学的难题，因为有罪的人要甲无罪的洗礼，安尼都甲洗礼意思无共款啊，啊，所以也因安尼，这个行洗约翰，伊真清楚、真敏锐，知影讲耶稣来互洗礼有特别的意思，啊，当然后来的人就甲伊解释讲，耶稣受洗礼有几项。爱咱学习的所在，约翰有甚物款的困惑呢？伊讲伊无罪嘛，无需要悔改啊。颠倒是我有罪啊，我需要伊用圣神甲火甲我洗礼。啊，这是后来吼，咱拢知影的一个教导。啊，耶稣伊就是照安尼。啊，是安那呢？3章14节讲要甲伊考劝，我应当受你的洗礼，你颠倒来找我。所以有人就安尼解释讲，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人来到约翰面前是承认家己的罪，并且准备要来赢这比赛啊。啊，那这个比赛就是头前啊咧。所以尊贵的王来到罗卜的面前要求洗礼。伫当时啦吼，迄社会的宗教阶级观念是拢真冲突的，是真冲突的。甚至咱知影欧洲伫中世纪的时阵，迄个教皇的迄个位置是足悬哦。啊，所以呢，迄个王就是一般的世俗的王要登基啊，是爱请个教宗去甲伊换手的，去甲伊抹油咧。啊，所以莫怪约翰伊家己有一个丢毒，讲啊，这个无啥合理数咧吼。就是像讲，咱伫厝呢，咱士大，咱甲尊敬嘛。啊，咱说换士大咧甲我服侍咧。但是耶稣因安尼一句话，叫安尼做是要实行上帝的要求啦。实行上帝要求，意思是耶稣要受洗吼，伊毋是真真在在，好像咧表演一下吼，讲下摆吼，大家拢爱学我安尼哦，爱来受洗哦，毋是迄个仪式上的表示，伊是讲我也要实行上帝要求。啊，传统的和合本的圣经讲尽诸般的义啦，诸般的义中，逐项的事事应该做的，拢该完成，这是15节所讲的。但安尼，互咱知影耶稣受洗有真重要的含义哦，吼。第一，这个认同，伊是认同。耶稣受洗，毋是讲啊，我家己无清气要受洗，伊是为了认同有罪的人。讲我既然真做世间人，
我要诚做模范，认同这个受苦的人，因为来到世间是要拯救受苦的人啊！啊，所以认同罪人，有表伊将来要背十字架，行往各个他十字架。啊，这是释放的开始，用洗礼来认同世间人。所以就是讲，亲像圣经所有言的讲，伊甲罪人共列啊，甲罪人做伙，排列甲罪人做伙。这是第一个认同。第二是顺服。顺服就是讲，当时约翰的洗礼是上帝找伊做的，因为约翰伫旷野在宣告啊，讲叫人来悔改，来信耶稣啊。啊，耶稣伊来悔改，来接受主啊。所以耶稣讲安尼，我先做模范，所以伊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耶稣顺服上帝伫迄个时代所设立的制度甲印出，因为伊嘛无遐尼多的时间共解释讲我是上帝的囝，因为你看伊咧传道理的时阵，遐尼多人反对伊，无遐简单，对毋对？迄是后来受定十字架，试过我人仔讲啊，原来伊是上帝的囝，啊，所以伊用即个来顺服，互世界人知影，伊嘛是正人民中间的一位，伊要受洗，叫做顺服主的制度吼。啊，上要紧的是，伊受高抹、受呼召，因为受任务来。啊，所以伫旧约中，祭司甲君王伫就职前拢爱经过洗礼、水洗，啊，甲膏油来抹。啊，所以耶稣受洗就是正做比赛啊。这个君王的大祭司公开就职礼，所以这个洗礼就意思非常的丰富。因为伊受洗，正做任务的开始。咱知影讲，过来伊的任务就是开始3年的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啊，真奇妙一项，可能咱咧读的时有去注意到，就是伫这个洗礼场景内底吼，三一上帝的显现。咱一般惯是讲三位一体吼，啊，即摆有一寡神学家讲迄一体吼，迄是人的解释啦，体就是我这个身躯嘛，啊，所以即摆有人讲一体较少讲三一上帝，安就对啊吼，三一上帝 Trinity， 啊，所以一体较像较属于肉体的迄个解释安尼，啊，所以有人就小可咧提醒安尼，毋过咱拢理解三位一体的上帝，伊伫遮有显现讲，咱伫遮来看台语的圣经较清楚，伊讲耶稣领受洗礼以后。随时对水里起来，忽然天为着伊开，伊看见上帝的神亲像粉鸟降落来，歇伫伊身上，搁对天有声讲：这个是我所疼的囝，伊我真意爱。咱详细读这2节经节，耶稣起来山顶啊，讲天开哦，天开啊，天是安怎开？啊，咱看天顶都安尼规片看，哪有开咧？这个开什么意思啊？过来，上帝神就是圣神啊，讲亲像粉鸟降落来，歇伫伊身上。啊，佫有出声讲这是我的囝，我所疼的囝，我真意爱。啊，所以意思是讲，这部是圣经中真少显出来，就是圣父、圣囝、圣神同时出现。安尼意思是用这个来为着主耶稣圣囝的身份做一个，意思讲对应就对啦，看面。因为对着耶稣的身份吼，伫早期的教会是足混乱的哦。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伊是上帝册来一个大将军吼，啊是一个元帅。也是差派一个先知来，有人对耶稣的身份足侪意见呢。啊，咱知影保罗先生去到国教会咧传道理吼，定咧讲着讲啊，有假先知吼，啊有假的教导，表示讲迄毋是遐简单，迄经过足大迄个争论啊，才会当定落来呢。啊，所以这也是为何啦吼？
牧师伫这2年，咱有招咱有时咧做礼拜时咯，做伙来读尼西亚圣经，对吧？吼、啊，尼西亚圣经今年多好1700年啦，1700年。啊，你就表示什么呢？1700年，啊，今年已经2000年啊，啊，所以头前迄100-200年，差不多300年啦，哦，主后325年，这300几年中间，耶稣的身份，耶稣圣经的身份，还佫有真侪假先知，真侪意见无共款的，真侪伊虽然真虔诚，但是对耶稣的解释有无共款。底下有无共款的意见哦，有人对这旁的，有人对迄旁的，啊，所以毋才会有迄个当时的君士坦丁皇帝、罗马皇帝讲，安尼规去啊，安尼纷纷乱乱嘛毋是办法啦。所有各地上领导者、才的主教，吼，意思讲教会的领袖拢来尼西亚，土耳其有一个尼西亚的所在，来开会，来决定。讲啊清楚，迄阵王吼较有势力哩，王较有权力啊。开了吼，决定好啊，就袂使阁有其他意见啊，就是安尼决定。啊，所以咱知影讲，尼西亚圣经是安那，招咱做伙来读，意思是讲，尼西亚圣经就是咧决定，咱的主耶稣是对上帝所出伊的圣经，是甲上帝共质的。毋是分大细，也是讲对伊出来啊，单比二等的，后来佫包括圣神拢包括在内。啊，所以经过325冬到380几年吼，50-60年久的时间，佫一直抄，啊，所以遐文字你看起来读，啊，都无2分钟咧，迄经过几60冬才决定了啦。因为当时的人吼，头脑足好啊，伊想伊的，我想我的啊。讲了拢袂一致啊！也因安尼，即个尼西亚圣经又经过有大公会议，吼，全部的即个主教、即个神学家啊、即个圣经学者，因共同认定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何全世界吼，咱虽然咱有读使徒圣经，使徒圣经颠倒是有的教会吼，无咧读哦。尼西亚圣经是全世界大概所有的主流的教会，天主教、东正教，啊，搁咱啊，即个新教，就是咱讲的甲吉宗，拢接受即个。所以今年吼，拄啊几个月前，伫埃及啦，埃及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伫迄附近吼，伫迄地中海附近，即个亚历山大即个都市，啊，伫迄个埃及遐嘛有迄个科普特教会。伫遐举办迄个1700年尼西亚圣经的演习会，啊，搁整一遍伫遐咧强调。当我讲这个是意思讲，1700年，咱一直咧强调主耶稣圣经的身份。伫这段经节，短一段经节，甲耶稣的身份显露出来。当伫耶稣起来饭顶。这个故事有分3项，互咱学习啦。第一，咱都讲天开啊，啊天就看，哪有开，要哪开？开的意思是上定人类犯罪关起来迄个天门啦。人犯罪就袂当到上帝遐，袂当搁再亲近主。但是因为基督重新来到遮，甲拍开啊，上帝甲人中间的隔膜拍破，这个是天开。第二。圣神亲像子啊，圣神亲像子啊，象征着人类啊，这个无写无对吼，就是讲象征着上帝的神啊，伫迄个所在来参与伫这个中间啊，伫咱的这个大纲的表内底有写，表示这个圣神新的创造，圣神新的创造啊，上帝对。耶稣的膏抹来使伊行神业，甲传道的开力，圣神入去，因为耶稣进前去30冬，伊无有甚物款神业的作为啦，就像是一个普通人，可能甲伊的兄弟姊妹、甲小弟小妹、甲玛利亚做伙生活安尼啦，对，
无特别表达出迄个，但是圣神膏抹伫咱即个周报内底有写着，我解无着吼，标志着属灵的更新，上帝对耶稣的膏抹，赐予行神者甲传道的能力。过来，第三是天父的声。伊讲这是我听的囝字，我介意，还是讲我听的？咱台语的圣经是讲这个是我所听的囝，伊我真意爱。表示中，才有两段经节是在回应着旧约圣经的记载啦。讲这是我所听的囝，宣告伊是君王，有统治权。诗篇2章7节讲，迄个君王讲，我要颁布上主的命令。上主对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日做你的老爸。这是台语圣经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伊甲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日生你。第二讲，我真意爱，伊是我所意爱，是咧宣告什么？咱的主，伊是受苦的奴仆。我真疼伊，我将这个上至疼的囝儿，为着世间人来受苦，是真做受苦的奴仆，是要为着百姓来死。咱直接来读白话字，讲上主讲，看咧，我所扶持的仆人，伊是我所拣选、心所意爱。我有将我的神赐予伊，伊会惊伫万邦施行公义。各位兄弟姊妹，咱短这段经节，咱看见主耶稣受洗所予咱一个真重要迄个属灵的教示，也是讲，互咱清楚迄个信仰。迄个甲主三结连的迄个重要的经文，咱嘛要学习讲，安尼今仔日虽然咱受洗咧的人也较少啦，咱是坚信咧甲信仰个辈较济，但是咱嘛做伙学习讲，咱受洗归入主，到底即个身份是甚款意思？咱当咱对家己的身份有肯定、有把握的时阵，咱才能知影讲有影是咱的主伊受洗咧的重要，受洗咧的重要吼。当受洗咧得到新的身份，咱对耶稣得到什么学习呢？第一，主耶稣谦卑、顺服、委身，因为上帝囝愿意行入去是世间的约旦河。咱只看到牧师翕的迄个吼，其实我现场也看有啦，有那清清啊，毋过水是青青啦，表示讲。内底的绿藻啊，啥货嘛袂少啊，吼迄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河水吼，毋是讲哇，迄特别什物所在，咱台湾啊，较山顶迄款溪水嘛，足清气啊。所以迄个溪水是一个象征，毋是讲遐特别吼，特别是足神圣安尼啦吼。真趣味哦，因为约旦河就足出名吼，所以足侪人吼，嘛会去源头哦，约旦河有一个源头。就是要挖近吼，迄个黎巴嫩迄个所在，遐有一个源头，水窟吼，哇，水真正足清气。咱足侪人去旅游时，拢会摕迄个保特瓶哦，甲兑一桶水转来，安尼，感觉讲这水就是约旦河水，吼，迄是一个心愿的意思啦，吼。但是毕竟约旦河就是世间所有的河水中间的一条啦，条。但是耶稣愿意行入去，伊是顺服伫人的手下受洗，所以咱是学习着讲，耶稣伊就甘愿谦卑，才做仆人。所以兄弟姊妹，咱受洗归入主，咱伫咧参与服侍，咱就无感觉讲有啥物代志伤过卑微啦。想啥物款代志是安尼足粗俗卑微，我无愿去做。咱的主圣囝的身份，愿意降临伫世间，委身顺服。咱还阁有啥物通好？伫迄个所在，还阁埋怨，也是伫迄个所在，也讲轻分，讲这吼这做这无啥物意义，无啥物意思。咱欢喜幸福谦卑来服侍。第二是身份的确认，真重要。耶稣伫行神者讲道甲赶鬼以前，天父就先宣告讲。你是我所疼的囝，
我真介意。这提醒咱做一个上帝的囝儿，毋是讲咱做偌济，才是受肯定，是咱是甚物？咱是上帝的囝，咱是上帝儿女，这个身份是真宝贵。所以是安那，平平有人伫教会我嘛做工服侍但是安那就爱洗礼，因为你是囝的身份，无搁再是奴仆，无搁再是外人，是主家来的人。咱只保罗先生真强调讲，我真做上帝的囝，我就要承接做囝儿，会当承接迄个份，就是迄个产业。你毋是囝儿，毋是即个家内的人，你虽然偌年高、偌年贡献真多，你都毋是啊。到时咧分财产，你无份啊。所以是基督徒迄个属灵的产业承接的要紧的部分。耶稣带着即份疼的确信，伊勇敢行入旷野。咱正即个洗礼时，你若读圣经，知影讲耶稣受洗了，就去旷野40日受试探呢。所以，当咱先确认家己，互上帝所疼，是上帝所疼的囝儿，你就有气力面对世间的挑战，因为你毋是孤单的，你毋是感觉家己一个在单打独斗，家己在憔悴。家己在追求是上帝甲你伫地，所以咱今仔日真欢迎受洗、信仰告白、坚信咧咱新的家内人。伫咱的信仰告白的礼文中间有一句话，就是引用咱今仔日读的第2段经节，马太福音10章32节。讲迄个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伫我天父的面前也要认伊。你有认主，主就接纳你，认你。其实咱的主已经老早就在欢迎咱，在听咱，但是伊爱你，确认你是伊的百姓。所以主讲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伫上帝面前也要认伊，所以我要勉励咱所有已经洗礼足久、加入教会的人，搁一遍来定心复习，也是今仔日要坚信咧洗礼的兄弟。咱洗礼目的是为着咱得到上帝囝儿的身份。这身份毋是随随便便用钱买来，也是讲参加一个活动我得到迄个身份，我参加某一个俱乐部，我有得到这个身份会员，毋是，你是真做一个属灵的转换，因为这是主耶稣用宝血所赎回。所以，咱既然是有上帝囝儿的身份，所以是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这是为何主耶稣咧讲到迄个放浪主的故事，放浪主的故事，是为何放浪主都甲老爸的产业摕去开了然后伊真悔改反悔，我认可倒来，我的老爸家来做奴仆奴才，较好伫外口，你弄榴莲啦，伫个所在咧落垃圾啦，我要倒来，我要求伊下面接纳我要将做伊的奴仆嘛甘愿，但是伊老爸看到伊倒来。甲伊揽掉的，因为这是伊所疼的囝。若无，你讲一个员工甲你陪伴，甲你亏空公款，搁走转来讲，无我做你的奴仆好毋好？你老早就甲伊报警察掠伊去关对毋对？是安那？这个老爸甲揽掉，兄弟姊妹，这个身份非常的重要。这2-3天咱台湾的护照搁一出新闻咱台湾的护照伫英国一个叫做 Henry 这个机构，伊甲排名讲，咱全世界的护照36名，护照排名第36名。因为安那呢，咱摕咱台湾的护照，有130来个国家会当免签证落地
签证，你就通去遐佚佗啊，吼。啊，即个咱看到讲实际上生活上的身份吼，你讲也不要紧哦，啊，真重要。咱台湾吼，外交的国家无几个呢，啊，现在大家拢要接受你的护照，迄嘛真奇怪。照讲啊，你都甲我无邦交，你免来，是安怎？因为咱台湾有实力啊，经济实力，咱百姓、咱国民的素质，互人感觉讲啊，有影你来真好。你讲无重要吼？无你即个护照互我啦，你去换别国的，看有人要用无？谁那中国人吼走去日本吼，用咱台湾的护照的卡啊按起来，是安怎？台湾护照较好用啊！台湾护照伫乌市吼，迄是贵价呢，迄日本吼几啊十万呢。而且表示讲，我做台湾的百姓，我真公平，我这个身份真重要。啊，这嘛是为何？咱看最近。伫个立法院哦，吵甲讲啊，什么人入来到台湾啊？几年就要会当做公民吼，啊会当参加选举，会当做公职，哇乱甲呢！是安怎要安尼？啊，都台湾身份足重要嘛，足宝贵嘛。兄弟姊妹，咱对即个咱生活中拄到的代志，都感觉讲台湾身份遐重要。有台湾身份吼，健保呢？有台湾身份，领老人年金呢？哇，迄拢讲咧到底，你会感觉讲啊，做台湾人是足幸福的。但是遮咱看见讲，基督徒的身份更较宝贵，基督徒的身份，上帝百姓的身份更较珍贵，更较宝贝。所以你有甲你基督徒的身份，你上帝百姓的身份看作是要紧无？这真重要。第二是咱受洗有一个誓约，咱拄则有讲到讲，伫人的面前认我伫主的面前也要认伊。伫咱的小等下，咱的即个礼文吼，咧问遮的坚信的兄弟，也是正讲各位兄弟有问一句话，讲我受洗，我接受主，我就爱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生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意思是，我这个身份吼，拢啊挂落去，安尼就拢逐项代志拢 OK 啊，无爱做啊。伊讲你都爱我靠上帝恩典，你爱尽力服侍主，你爱一生行伫伊的道路，你爱尽信徒的本分。拄则咱有一位姊妹今仔日早起来做问道理，咱的长老就甲勉励讲，咱做基督徒。这个身份已经伫咧啊，但是咱要尽信徒的本分，就是读经祈祷，你都要参加聚会、参加礼拜，表示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会友真基本的责任。兄弟姊妹，我望，这毋是干那今仔日10几位兄弟，誓要讲一句，是我搁一遍复习讲，我是毋是有真正正做主的百姓，上帝囝儿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生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最后是讲，咱欢迎这的兄弟，诚做富强大家庭的成员。头前拄则即个基督徒的本分，咱搁加强是讲，咱亲像主耶稣，伊受洗、车派，上帝讲这是我所疼的囝。就开始出去服侍安尼，所以咱教会即马毋是讲啊，我说咧啊，都逐项拢毋捌、袂晓的、毋知吼，啊，亲像婴啊，甲你摇、甲你，安尼足紧跋倒啊，足紧迄个灵命袂成长。咱来随时接受装备诚做问道，咱来同心建造教会。咱来热心传福音，咱来领人归主。这也是咱50几年，咱教会建造一个足重要的核心。意思讲吼，咱所有兄弟姊妹，无分大小，无分男女，无论早来晚到，请会记得，咱逐个人哦，拢无一个英人，好无？
无一个食用饭的，你拢是有份要做主的工的。因为上帝要用你毋是讲你着爱外有才调外高，才要用你啦。上帝要用的是即个欢喜接受呼召，互主来装备的人。愿主恩典听堂伫咱所有今仔日加入富阳教会大家庭的兄弟，也共款提醒咱耶稣受洗所带来，互咱即个属灵的学习。愿主亲自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互主耶稣的洗礼，咱每一个受洗，成做一个新的身份，也成做一个新的规律、新的行动。当然，要三甲做祈祷，然后咱要请有3位第一场啦，咱有3位姊妹要来做信仰告白，咱请准备，也请小会员准备要来参与伫圣餐的服侍，咱三甲来祈祷。主，我哋上帝感谢你的听，因你的恩典满满伫阮身上，主你的救恩也伫阮中间，互阮知影真侪你主女、儿女的身份是何等的美妙，就像主耶稣受洗，以受上帝来告我。受主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真意爱。愿你也将这款的意爱甲疼临到伫阮所有加入主的圣会，才所有兄弟姊妹中间。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要吟这首诗，咱一个吟就好。第一段。洗礼诗，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一个吟第1节甲第3节。吟诗了后，咱请3位姊妹徛到头前准备来做誓哦。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会受思丰盛的我命。上主的水泉生情多，我清澈的清澈的我命，每大色地也未开花，祈求的人要得高雅。第3节，上主的水泉使咱清清奇妙的平安，在洗礼中间领受平安，为你为我打工期盼。感谢主，各位兄弟姊妹，咱第1场甲第2场无共段落，有主所听的来做伙来建贴入伊的信仰。咱3位拢是已经伫以前伫别个教会受洗礼，要加入富阳教会，咱过一遍信仰的确认所要问的有放伫银幕顶面，牧师先来做宣告当阮伫着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咱徛伫主面前，这3位姊妹因早前已经受洗礼。加入伫教会，但现在要加入富阳教会，愿上帝亲自通过因确认因的信仰，也成做咱主的大家庭的一份子。咱所听的陈慧田、连桂英、刘美贵姐，恁已经早前受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真做教会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也甲恁三甲伫地。但这个时，恁要搁一遍伫主的面前、甲众人面前承认恁的信仰，愿主甲恁同在。咱的主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天父的爸面前来认伊。所以这时我要问恁，请恁用应答有来确认恁的信仰，会当看银幕，也是听我所问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
感谢主。你就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感谢主，这时我来做宣告。当恁早前已经受洗礼，这时恁伫主的面前，搁一遍来告白恁的所信。我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官兵接纳恁，成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三个来祈祷。天我的主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带领三位姊妹惠田、桂英甲美桂姐，因早也是最近加入伫富强教会，因以爱即个环境，以爱甲咱兄弟、甲阮三弟姊妹大家做伙同心自为敬拜，所以因决心要将因委身伫富强教会，成做大家庭的一份子。阮为着因来献上感谢。早前无论伫别个教会，也是进前所得到的学习甲装备，愿你搁一遍加强开力伫因的心上。互伊到伫富强教会也同款，甲阮有份做伙受装备、参与服侍，热心伫主的圣工，也成做主的百姓、主基督徒的一个身份，热心追求，互阮得到新的开力、新的帮助、新的成员，通为主做见证。愿主你亲自甲因三合之地，保守因，互因伫学习的过程、服侍的过程，有上帝你奇妙的看顾甲保守。愿安尼，感恩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请恁向后转好无？来向后转。我来做一个介绍，然后也要请咱的小会员来握手甲牧者吼。好，我对右边开始介绍。第一个是陈惠田，举手一个，哎，惠田拍拍拍。惠田呢，我甲伊讲话时呢，知影讲吼，伊足少年就捌参加咱教会啦，有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吼。伊本身呢是香港出世的，后来甲爸母搬去高雄吼。伊伫读册伫清大啦，所以就开始接触咱伫咱教会吼。伊进前有出外工作吼。我有听到伊讲一项真宝贵，伊讲吼。伊伫咱迄个马可面包咧工作，伊做柜计方面的吼。马可面包伫台南的时阵，伊问马可面包的头家囝讲：我要想要找教会，你倒一间甲我介绍一个吼。迄马可面包的囝讲：来富强教会安尼。因为这马可面包咱的公庙遐甲灵灵这足熟啦吼，较早因厝边，因的囡仔捌来咱教会吼。所以人有好印象，就会人介绍咱教会。若讲迄间莫去吼，就麻烦啦。所以惠田吼，上帝听你呢，人有好的朋友甲你介绍倒来，所以伊参加礼拜拢参加2场哦，是安那咧？伊感觉讲参加听诗歌，伊足感动。所以第一场参加礼拜，第二场搁听敬拜赞美了，休困安尼吼。所以真感谢主吼，咱为着惠田祈祷，拍拍吼。第二位是咱的连桂英姐妹，吼，好，感谢主。伊已经受洗咧3、4年啦。因为工课关系有一段较袂稳定，后来有人甲伊介绍讲来富强教会。伊拄则甲我讲牧师啊，看到恁我足介意的，足欢喜的。伊讲来遮，伊感觉足会晓的安尼吼。讲会晓，搁较要紧是爱受装备吼，诚做教会活跃的一份子吼。咱为着伊祈祷，因为伊平时咧做工课，迄个工课咯有时间较无稳定，当时上帝听伊啦吼。伊参加富强教，咱有甲咱的双年团契有咧甲引带吼。咱继续甲带领上帝恩典甲伊伫咧，互伊工作侍奉拢足顺遂。咱甲拍拍一个。最后，这位咱上万介绍，咱上熟是咱的美桂姐，美桂姐哈。
查某囝伫头前吼，女儿吼，怡婷伫遐吼，拢伫咱遮咧服侍，所以美贵这吼，伊伫上年聚会，定啊拢伫心灵传教咧做服侍，甲伊的查某囝怡婷做伙服侍，伫咱教会已经一段时间，其实伊从少年时代就拢受洗啊，吼，有参加过几若间教会，拢是甲伊的师大人做伙咧帮忙即间教会，就去间教会关心，意思讲伊真欢喜服侍就对啦。后来伊来参加咱教会，就稳定伫即个所在，吼。咱继续为着伊祈祷，互伊伫主的工服侍主，搁较愈甘甜。咱拍拍来，咱请小委员来握手，欢迎好无？来小委员来握手来，咱大家接落来，了啊翕相好无？来，欢迎你，欢迎。谢谢。等你翕相，口罩拿下来。好来，恁行较中的，行较中的吼，好来。咱谢幕是2个女生站前面，来做翕张相吼。来，咱徛较后壁来，好，好，哎，咱请怡婷来翕相来做。如果口罩可以拉下来一下，照相做纪念，好来，好，来，好，安尼好。好，拍手，谢谢，请回座，谢谢。安尼哦，有人讲要送礼物呢，来，来，有人送礼物吼，拍者，来，咱搁出来一个，嘿，有送礼物，吼，来，要紧，好，来，咱等下让补翕相啦，吼，有人补翕相 ，OK， 好，安尼好，来，好，大家，好，来回座，好，谢谢。好，感动哈，感谢主。好，感动时刻了，大家都围过来哈。好，上帝赐福哈。今日这位咱一面安排，然后咱要开始来做伙领受圣餐哈，咱大家闭慢心。咱圣餐有首诗歌，咱当自接甲主坐倒，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咱做伙来吟。愿当自接甲主坐倒。将愿礼拜变做行动，圣洁生活做见证，找愿出去应听好福，将军所在求和平，祈祷求你使我听心，和你相。感谢主，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是属于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今日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是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咬喙焦、翕目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请恁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圣餐，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摕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模样，咱大声三甲来感谢主。主，阮的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伫你面前所守护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你的恩典帮赞，会当成就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感恩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主设的圣餐有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小会员三角来服侍。咱要请坐伫较边仔的兄弟，还是外口的兄弟，会当坐入来椅仔内，咱会当较紧来分互你。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摕到即个2合1的即个圣餐哈，咱有2顶哈，有2顶，咱一顶透明的即个布膜咱甲扭开，内底有这细细饼，咱摕伫手内，咱家己来祈祷。主设立圣餐的模样，是要互咱经历着伊为着咱牺牲，带来拯救，带来讨棒，带来永远的活命。所以你通摕饼家己祈祷，主啊！求你也将这款的快乐、救恩、平安、医治、甲喜乐赏赐予我。伫这尖尖的所在有2顶，一顶是薄膜啊，咱第2部分才来扭这个锡箔的纸，安尼水迄个汤啊，这个汁较袂抓落来吼。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有人无摕到，会当用手一下徛起来，安尼较紧摕互你吼。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有人无摕到的，咱搁用手一下。
人无摕到无？搁一遍来问看，咱有人无摕到无？好，请咱甲饼摕伫咱的手中。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捧杯。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大家家己杯子拍开，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个来感恩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做一个基督徒，受洗礼，领受圣餐，是咧印证阮甲主的关系。主啊，阮得到这个新的身份，愿你互阮看重，也清楚阮真做你的囝儿，迄个重要，迄个积分，以及主你所互阮迄个祝福。拜上帝，互阮对你极大的疼，领受这个圣餐。也做阮灵魂培养真活的食物，搁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若是真做你的囝，也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永远的国的护卫。祝阮真做一个新的身份，阮恳求你，阮搁一遍献身，互你的时，求你接纳阮。所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荣光你。安尼感恩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煞接就要有奉献甲报告，牧师员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咱每一遍圣餐的时阵呢，咱有两种奉献，一种是这个圣餐奉献，一个是咱普通主日的奉献。谁人来甲咱邀请呢？这圣餐的奉献是要感谢主救恩的记号。咱用一个纸箩咱周报内底有夹一个纸箩咱放迄个奉献伫遐。那你无方便经讲就好吼。这圣餐奉献目的是甚物呢？咱要讲做一个温足的路用啦，讲做一个慈善的路用。咱放伫另外这个宣教基金，像咱顶摆咱花莲发生水灾吼。也是有的教会真弱小，也是咱的总会有真侪特别的纪念主日，咱就用这个钱来甲因做奉献，毋免逐摆拢业落讲即摆要奉献啥，即摆要奉献啥，咱就做一个一个基金的即个资源，愿咱大家通过即个奉献，也得到上帝更较大的赏赐甲祝福。咱即时来时间交互咱的师会，请执事来准备来收奉献。咱做伙来奉献。起立来吟奉来诗。
请坐。咱做伙来坐读即个月的金句。来，伊的诫命是安尼，咱着信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名，嘛着照伊互咱的命令三听。约翰一书3章23节，搁一解。伊的诫命是安尼，咱着信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名，嘛着照伊互咱的命令三听。约翰一书3章23节。后礼拜主日是吴信昌长老，我简单报告。后礼拜是咱即礼拜日是抬杠节第3主日甲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咱大家兄弟若对圣经公会所推广的事工有感动的，请为着该事工来奉献甲代祷。后主日咱要举行救主圣诞赞美礼拜，伫拜六甲礼拜日，咱要举行圣诞主神二手市啊，邀请弟姊妹做伙来参加。拜六下午3点，要伫本会4楼，伫这个所在举行上好的师傅的戏剧来演出，这是主日的蔡庆剧团。第二，基地牧区的圣诞报佳音是伫12月25下午1点，要前往基美病院儿童病房来举行。第三，也有真侪牧区甲小组有举办福音茶会甲餐会，以及12月24号报佳音，咱请大家家己注意。第六，本会定伫12月31号，就是拜三暗时8点半要举行迈入50禧年中跨年祈祷培灵会，咱到12点，到元旦的12点20才会结束，所以咱有邀请进前伫玉里教会退休的牧者黄瑞成牧师来带领。第七，代祷团第54期的中保代祷服侍已经开始报名，到12月31号来查试。咱已经特别到年尾，所以过节要关校。咱伫12月就是后礼拜吼，咱12月21号、21号礼拜日，咱尽量伫即个时阵将所有的场目吼，咱会当要放下来加完成。明年2月7、8，咱提早吼调开定期会员和会车，正月11号进前相关的团体来交和会报告手册吼的资料。咱今仔日下午伫运河和乐广场要举行点灯的暗会吼，咱请大家注意吼。咱有2个丧礼的关怀吼，就是吴成平兄弟以及吴建英兄弟吼。请兄弟姊妹为着因2个家族的遗族来祈祷。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我来欢迎咱一位新朋友来参加聚会，好在何博义弟兄、何弟兄伫咧，咱请伊徛起来，欢迎。何博义兄弟吼，伊是咱新老病院的中医师啦吼，是咱卫师的同学，欢迎你，上帝祝福你，欢迎你哈。拄则咱陈校长已经报告真详细，牧师只甲咱提醒一项，就是讲第2场礼拜呢，咱因为洗礼还佫有健身礼，所以有分2段吼。咱请兄弟大家配合，若
第二场咱会较准时来开始安尼。啊，特别的，因为咱第二场礼拜煞，咱随时要清场吼。因咱下晡有要举行咱的成兵兄弟伊的队史个别礼拜。啊，搁因为咱有圣歌队啦、乐团要彩排，所以时间会较安尼缩减，啊较紧凑，啊请大家三甲来配合安尼吼。啊，最后唱就是讲，咱的迄个感恩节奉献，真多谢咱兄弟大家足踊跃来参与啦吼。啊，咱今年拢总有收入140几万吼。啊，希望讲才会当诚做咱教会即个足重要的帮赞吼，重要的帮赞。啊，因为咱即个费用吼，咱是要做150许年，咱做伙参与即个活动的费用，所以咱即个奉献是搁继续的啦。若有人为着50许年，会当继续来奉献。最后唱就是讲，咱的后礼拜吼有拜六甲礼拜迄个市集吼，搁咧咱兄弟招人来啦，家己来无趣味，招朋友来吼，做伙来闹热安尼。最后唱就是讲，咱即个12月31吼，咱有即个跨年祷告会。因为迄个时间吼暗时嘛，嘛毋知会足寒袂，毋知影。但是兄弟吼，我鼓励讲，咱平常时拜五祈祷会，咱才会第一场礼拜兄弟较少参加，因为你无参加小组，也是讲参加暗时的小组，你就较少来。我鼓励即天特别爱来。你若讲我迄天交通有困难吼，你嘛免客气。甲咱的干事讲是讲，毋知有法度人来共乘无吼？咱有兄弟无一定会当开车，大家做伙载来，转去佫甲你送转去。若有需要即个服务的，咱甲咱的办公室登记一下，咱就尽量来安排。莫讲都无方便来，怎莫来安尼吼？大家为着即个迎子50几年，大家做伙来欢喜，做伙来迎子，做伙来祈祷吼。多谢。咱起立来唱上演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顶堂，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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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请坐，咱默祷来闭会。咱今日礼拜到这，兄弟姊妹互相请安。